형형你们不想过了这全部啊，红点了没有听说过了，看哪里吧哈。第一大一条千人户嘛，大陆干嘛的？或者过了还有那是等我干嘛？等我干嘛？等你先回来。要不要等我到不？过了的过了在大陆的我吧。형맨막 키브라나 와서 그러면 내가过来了，等我们去不了。过来了，等我去再回来。